大家好啊！話咁快已經踏入2026年第3個月啦。波仔今日響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將會同大家玩開箱，至於主角會係邊一個？哼哼，咪就係佢咯。等咗幾個月，終於都等到英國 Michel Audio 最新發表嘅 Revolve 黑膠唱盤。佢嘅檔次呢係歸納於入門級 Techno-Tech 同埋40年經典傑作 Gyrotech 之間。不過喺用料同埋製作方面呢 Revolve 就出現咗大革新。首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Revolve 嘅底座部分呢，就用咗19mm 厚嘅航天級鋁磚加工製造嘅。組裝之前仲分別經過咗噴砂同埋陽極處理。除咗視頻入面大家見到嘅銀色 Revolve 仲有黑色可以訂購。咁至於臂板方面 Revolve 將會提供適用於 Vega 第二代3點式固定設計嘅唱臂臂板，方便大家配合本視頻入邊所介紹嘅 Michel Audio T8、T2 或者 Telegram 2使用。除 Revolve 唱盤亦會提供專為 Michel Cousins 動圈唱頭而設嘅 VTA 高度修正戒指。如果你打算配搭其他牌子嘅唱頭使用嘅話呢，波姐就建議你加配廠方出品嘅 VTA Adjuster Free， 方便修正高度。Revolve 同樣配備咗 Michel Audio 最令盤被頭反加6度、摩擦性噪音極低嘅倒置式右循環主承軸。每當轉盤開始工作嗰陣呢，潤滑油就會響主軸嘅底部，經由黃銅主軸軸套入邊嘅螺旋形紋理傳送到頂部嘅軸承支點，然後再透過中空設計嘅主軸回流返去底部，從而達到不斷循環嘅潤滑同埋降溫效果。Revolve 另一個特色地方呢，就係 22.5mm 厚嘅左抗匹配轉盤底部，裝咗6組開發構思嚟自一代經典 Gyrotech， 表面經過人手打磨、拋光同埋鍍金處理嘅實心黃銅配重塊，全面加強運動慣性之餘，仲可以提高轉速穩定度。Revolve 嘅動力核心都係採用分體式嘅設計，外殼部分由鋁磚挖空加工而成，搭載超低諧振嘅直流摩打，同埋廠方最新研發提供33同埋45兩段播放速度嘅全金屬外殼專用供電器。從今以後呢，大家改變轉速只需要扭動供電裝置正面嘅旋鈕，唔再需要下下都手動調校動力滑輪嘅皮帶位置，簡單快捷又方便。順帶一提，隨 Revolve 而嚟嘅配件仲包括鎖緊式唱片壓同埋刻有 Michel Audio 字樣嘅開放式保護罩。如果大家對波仔今次介紹嘅 Michel Audio Revolve 黑膠唱盤有興趣，歡迎親臨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試聽，或者到星和影音 Online Shop 選購。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